後來，為着年底的選舉，南北要來合作。國民黨2昨的中常會通過黨員規範，講包括着南北合作提名的選區，加上黨內提名的6都的市長參選人，攏會當幫民眾黨提名的議員參選人來輔選。也毋過以新北市來講，國民黨的市長參選人李四川，若是幫民眾黨的議員參選人來徛台，恐驚會分散票源。國民黨要參選台北市松山信義區議員的新人，佇台北市議會表面上表現甲真團結，不過私底下就無一定啊。早起針對初選的民調進行方式來協調5個人，有4人希望講全民調，敢若立法院長韓國瑜辦公室的主任柯元英講無特別意見。那贏新人大家攏準備好啊，近日剛針對議員的選舉，黨中央嘛有進一步的裁示。國民黨昨中常會通過黨員的規範，南北合作提名的選區，加上黨內提名6都市長的參選人，會讓替民眾黨的議員輔選。如果年底的選舉，民眾黨在台北市並沒有提自己的市長候選人，也願意支持蔣萬安市長連任的話，我們當然會慎重考慮由萬安來協助，不管是黨籍的議員，或是我們的友黨，甚至包括民眾黨議員在內，來進行相關的站台跟輔選的工作。除了台北市以外，全台灣選舉人數上濟新北市嘛引起關心。更加何況講民眾黨有提名人選，黨中央規劃通過了後，民眾黨議員參選人，若是有2隻雞母在帶，國民黨議員敢會煩惱？對當選區的藍營同志難免會有影響。相信川博有這麼多年的輔選經驗，應該會因時因地來做適當的安排。國民黨台北市議員陳慧主導大聲發出不滿的聲音，講民眾黨創黨主席郭文鐵牽涉到公益侵佔、背信罪，這是鐵證如山，不一定要跟郭文鐵合作。可能某些議員的這個發表的這些意見，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意見了哈。那在我看來，整個大環境、大方向來講，我對藍白合還是蠻有信心的，也蠻期待的。南北兩黨布局2026地方選舉，更加小想2028的總統大選，雖然講目前合作的態勢明朗啊，不過面對部分的雜音，就得看兩黨要安怎去喬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